教授 Dr. J. Class 提供了对于2024年 NVIDIA 图形处理器技术大会 GTC 的8大重点的深入解析。以下是视频的要点。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展示了他们最新的硬体和软体技术，其中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形机器人，谈及了 NVIDIA 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及其发展历史，从 IBM 的 X360 电脑到微软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再到利用 GPU 加速人工智慧的发展。NVIDIA 的新技术被介绍，包括新一代图形处理器 GPU Grace Hopper 超级晶片，以及对于数位孪生技术和人工智慧模型推论的支援。NVIDIA 强调了他们在人工智慧领域的进展，包括在云端到端点的人工智慧部署以及数位孪生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应用。特别关注了 NVIDIA 的人形机器人平台，显示了 NVIDIA 如何透过与合作伙伴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技术进步，讨论了 NVIDIA 的计算平台，包括新的 GPU 技术和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来推动科学研究和工业应用。NVIDIA 在软体方面的创新，包括利用人工智慧来进行更准确的气象预测和医疗影像分析，以及在药物开发中利用人工智慧预测分子结构的能力，强调了 NVIDIA 在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运算成本方面的进步，展示了如何通过新技术来减少药物开发的时间和成本。这个总结凸显了 NVIDIA 在软硬体技术上的全面进步，尤其是在人工智慧应用方面的广泛影响力。